手撕靈魂嘅第二類，靈魂唔捨得離開自己嘅身體。呢啲靈魂雖然可以脫離敗壞嘅肉身，但係因為平時太過重視同愛惜自己嘅肉體，認為肉體係珍貴嘅本我，結果喺死咗之後仲係唔捨得離開。佢哋唔明白肉體只不過係臭皮囊，所以緊緊守住自己嘅屍體，唔肯離去。有啲靈魂見到屍體入土就跟住一齊入土，有啲就喺墓地四圍徘徊，寸步不離，變咗另一種愚蠢。佢手撕靈魂，手撕靈魂嘅啟示，呢種現象令師尊睇唔到世間嗰啲自認最聰明嘅知識分子，生前唔信靈魂嘅存在，死後卻因為固執成見，反而變咗愚痴嘅手撕靈魂。佢哋生前以物質知識自傲，卻唔知呢啲知識嘅靈魂界之中，竟然毫無用處。昔日被稱為聰明人嘅，反而變咗最幼稚、最迷失嘅存在。反觀嗰啲善用心靈之力嘅人，佢哋嘅靈魂輕安自在，境界自然高遠，領域亦都更為開闊。真正嘅智慧者，靈魂往往獲得更大嘅解脫同福報。至於佢人間享盡榮華富貴、縱情日落嘅人，佢哋喺靈魂死後，反而群聚咗卑微幽暗嘅地方，心生慚愧，永遠唔敢抬頭望向光明。所以師尊深深睇唔到一項真理：佢人間受苦嘅修行者，佢嘅靈魂所得嘅福報極大；喺人間享盡福分嘅人，佢嘅靈魂多數受到貶抑。呢個係天地自然嘅因果平衡，絲毫不爽，亦都係我哋應當警醒嘅人生智慧。